小师妹，妹妹，青天，小师妹，妹妹，青天，妹妹，小师妹，你在哪儿啊，小师妹？来，我背你。不用了。别逞强了，天色这么暗，路也不好走。你脚又扭了，赶紧上来，我背你。那好吧。反正你也不重。哎，你说小师妹和青天他们会去哪里呀？唉，这次就不好说了，再往前找找看吧。嗯。哎，难道是我眼花了？我也看到了。小师妹，小师妹，师姐，太好了，是师姐，他们来找我们了。师姐，你在哪儿？小师妹，你在哪儿啊？师姐，妹妹，你在哪里啊？师姐，我在这儿。小师妹，师姐，妹妹，师姐，师姐，五哥，我能听见，你们在哪儿？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哪儿，这周围都黑乎乎的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啊？我和秦朗在一起，很安全，你们别担心。二位放心，我会保护好冉冉的。这个逝水红颜，怎么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？逝水红颜，跟我妹妹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太多。师姐，五哥，我有办法解阵，你们一直喊我的名字，我兴许可以听着声音找到你们。好，我们知道了。小师妹，小师妹，冉冉，小师妹。可真是不像呢。什么东西像不像？你是谁？你该不会就是……你猜啊？是我。逝水红颜。你们想不想进阵去找他们呀？当然。当然。真乖，我就喜欢你们这样的。你为什么要困住冉冉？这个问题呀，就让你们自己进阵去找找了。沿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，就是一个洞口。顺着这个洞口进去，柳暗花明，就会看到一个山涧。这像不像一仙谷的地形？还有这个洞口，特别像咱们上山的时候碰到的那个洞口。这个洞口应该是个关键。纵我不往，子命不来。算了吧，就这样静静死去吧。反正这个世上没人会在乎我，没人需要我，死了也是一种解脱吧。青天啊，你怎么就教不会呢？我求求你，不要杀我，我不能死，我还要回去照顾我年幼的妹妹，我不能死，我妹妹才5岁的，她不能没有我，不要杀我。
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杀我！你真坏，你看看，你又给人家姑娘徒增希望了。最后她还不是因为你而死？又一个人因你而死了。你呀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，扫把星，注定遇到你的人啊，都会倒霉。扫把星，扫把星，注定没有人是要你。没有人是不被需要的，任何人都有他存在的意义。日雪，你次次都来维护我的好徒儿，怎么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舍不得杀你啊？公主如果想要杀我的话，就不会把我留到现在了。日轩，谢谢你曾经为了我反抗师父。青天，还记得当年刚把你从太乙山带回来的时候，他还只是个孩子，只会爬，只会哭，还到处找姐姐。现在他长大了，好叫人喜欢啊！哎，要不然师父把他带过来，让你们姐妹两个好好聚一聚，毕竟分开了那么久呢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走的。你与生俱来的坚定，从未因为任何事情动摇过。你好好想想。你和你爹的性格太像，月盈则亏。保守。小少爷，快跑吧！你再不跑，会被你爹打死的。小少爷，快走吧。等你发现中了贼人的奸计时，为时已晚。娄家堡当年树敌太多，仇家买通奸细，将你绑走。为了报复娄堡主，仇家把你推入天下第一深谷。别跑！太乙国地。往哪儿跑？小子，你
跑啊你！跑啊小子！你倒是给我跑啊！晴天，你干什么？晴天，晴天，你怎么了？我是姚兵啊，你醒一醒！苏南，苏南，你没事吧？他被人控制了，我们不是他的对手，得想办法赶紧离开这里。走。晴天，晴天，你不要再打了，晴天！姚兵，你快走！不行，他既然已经被人控制了，一定是有人要伤害他，我们不能丢下他一个人。晴天，你醒醒啊，晴天！啊！姐姐，苏南，苏南，你没事吧？苏南，我没事，赶快走！苏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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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苏南，你醒醒啊！秦老，我们现在走到什么地方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前面已经没有路了。我们还要继续走吗？现在声音也没有了，师姐他们也不见了。我们好像又迷路了。小师妹，小师妹，世间的一切，皆有其运行的规律。万事发生皆有因，有因即有果，一因一果，造就了人的命运。窥透因果之间的联系，才能抓住解决事情的不二法门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对往事的执意越来越深。你这么急切，往往得不到你想要的。这个我知道，可正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才想要出去，弥补当年曾经犯下的错误。人的命运是由一因一果积累而成，即便你有所选择，也只有到最后才能明白，你选择的是否正确。至于你要不要出谷，一切在天，在你自己。可直到现在，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依旧出不去。还是那句话，你若想出谷，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。记住，人与人之间缘分深浅由天而定，很多事情的结果早已注定。当结果来临，你必须学会承受。晨儿，爹死得好惨呐！弟弟，你学了这么多本事，却保护不了我们。乖孩儿，救救你弟弟！二哥，我好疼，我好疼啊！
沐晨，练得不错啊，快赶上师兄了。弟弟，弟弟，阿哥，一不小心被发现了。 我要杀了你！你别走！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杀他们？我今天心情好，就先不杀你了。回头等你长大了，有本事了，我就告诉你我是谁。娘，爹，姐姐，弟弟。 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何时让我上去？没人拦着你，你可自行离去。终其一生，我还是没有想明白一些事情。明白什么？我所做的选择，到底对不对？你曾经说过，当结果来临时，便可知晓。只可惜，我等不到那天了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你想要得到什么，就会失去什么；你想要守护什么，就要舍弃什么。当你想通的时候，自然不会迷茫。你所听到的未必都是真的，你所看到的也许都是假的。境随心转。啊！
日少年捉青山梦里还，昨日少年捉青